讲到这巴黎奥运，台湾队射箭羽毛球射击选手今早起登来到桃园机场，这个飞行机顶头呢，总统赖清德用广播方式来欢迎选手登来，机场公司会用泉水机式来迎接。拍羽毛球的李勇也讲，伊无要拍球了后，要去到国立体育大学教册，也要参选到这羽毛球协会理事长。另外讲到这戴资颖下晡登到高雄，也讲伊身躯顶招伤，需要时间来疗养。戴资颖结束巴黎奥运的比赛，切切透早坐飞机登到台湾，下晡到登故乡高雄，亲友民众热情欢迎。想要先休息一下，对，但是谢谢大家的关心。现在有什么最想吃的东西吗？市长早上已经送给我了，什么呢？饭团，一落地就可以有爱吃的早餐。因为我在机上睡得太熟，没有吃到早餐，所以看到饭团很开心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特别准备饭团礼物来迎接。戴资颖伫奥运最后比赛，因为伤势无缘晋级，对了的规划，伊想要先休困养伤。有很多的受伤，对，然后需要一些时间复原。我目前先把伤养好，然后准备后面的比赛这样子啊。明年还没有决定，大概不到2周还有日本公开赛吧，然后但还要先看自己的状况复原的怎么样。切切透早奥运台湾选手陆续登来台湾，射箭羽球甲射击代表队拢到桃园机场。机场公司特别高规格用野水仪式欢迎选手。飞轮机顶悬总统赖清德也用广播来表达欢迎因回国。能拿下这面金牌，我真的感觉非常荣耀。那希望4年之后呢，有机会能继续努力，看可不可以参选羽协的理事长，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，这样。李勇退役了后，除了想要参选羽协理事长选举，也要去国立体育大学教册。王哲林未来是改革曲上杰来配合，继续伫球场表现。对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射击，让我们有更足够的力量跟氧气，创造更多的不可能。射击选手李明远伫男子定向飞靶项目摕铜牌，也是台湾伫奥运史上第一面射击奖牌。帅气也阁有举教练大军到霹雳舞顶比赛，伫巴黎奥运来进行。民众热情迎接选手倒来，也仰望帅气的比赛会继续有好的成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